广大俺米起不了呀，这种带的不够多，广大起不啥起不米个来着？当俺觉得没就其实马上俺就记住是，当俺的人讲上就写个有没样讲上的，当你自己的工作模式去前面那俺都是参与性的被引进没透过有写起，他国东就最用不来。那俺他们对这个他妈弄的对这个，看来别解决是原本说的，他们对对是那国东给的现在在那边，俺在那头上开全部修建啥，那讲上去钱那么多，俺拍起钱都是马的事。到都开开么多，对面我就怕去三路东南这去光电站去都是那种其实俺这个怕那不，就是你这是光明的，他通过对起了，俺通过南国外路上，这我对我多那些毛真的路去通过洋路的人，通过洋路生意的哪里信息哪里信息，哪个没这个把老师这个刚刚贴，俺西苏的几两子几拉这个刚刚的人话嘛的，那几拉西不都讲样嘛，这个光把必须有意思，俺们没这个老师吃饭的。电话这个人这些，不过这个人这些是，马小买中国人的下贴西凉啊是呢，就会西苏的下天气的多家，那的呢些中医的培训这边装去的多，对那些牙齿最的多，老啥个这边结果那条我们做多，老啥这边对你个了，差不多个刚才做不了吧，我能做出来，第二个夏天的刚刚得拉这来，没就是看咱修到，别管他创下，我这的看咱修到，当然现在嘛是学。那一天看的，但是我都图不嘛的，我讲了同钱的嘛，都图上嘛的是，果然看了明了这大家的穷不那看穷不那，就穷一点吧，就我们大说下，记住了大这边农民下女这些做干个女，就我下天去这应的，其他咱去过嘛的，下天他们这的把呀，我去那讲了的，古嘛都过来也讲了去派出去写的书籍，毛龙去土木去拿到写书籍，俺大还意思，现在这个没事，俺光把了估计的培训啊写。估计这个家长记住了吧？就这，让我先说两个脏了去轻松啊。但俺这家里下去住了，当然是不是干嘛当就下去住了吧？但俺这基本的嘛是自己写不要嘛的，你看些看到的多，查证了现在看到的了，第二那天没养成不休息。抖音、